尊敬嘅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大家好，歡迎出席由澳門婦女聯合總會主辦、澳門基金會贊助嘅慶祝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成立76週年科技賦能婦女發展自創基層治理新篇澳門婦幼發展論壇。出席今日活動嘅主禮嘉賓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社會工作局局長韓偉先生。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社會發展部副部長鍾瑞先生，廣東省婦女聯合會主席譚平女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鍾怡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永遠會長賀定一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會長劉金玲女士，深圳市婦女聯合會主席劉嘉誠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理事長袁小玲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監事長容永欣女士，以及一眾嘅特區政府官員、中央駐澳機構領導、內地婦聯嘉賓與澳門企業、院校、社團代表，歡迎各位出席。為紀念呢個咁重要嘅時刻，而家進行全場大合照，咁請記者朋友同埋攝影師可以嚟到台前。藉此機會都溫馨提示，本次論壇全程直播，在此特別感謝澳門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網絡服務。而家有請各位嘉賓望向舞台前方，可以舉起你哋嘅手舉牌或者文件夾，我哋會拍3張大合照嘅。第一張，第二張，大家可以俾個讚啦。多謝晒咁多位。現在有請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會長劉金玲女士上台致辭，掌聲有請。尊敬嘅澳門婦女兒童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社工局韓偉局長，唔好意思。尊敬嘅澳門中聯辦社會發展部鍾瑞副部長，尊敬嘅廣東省婦女聯合總會譚平主席，尊敬嘅澳門基金行政委員會鍾怡副主席，尊敬嘅澳門婦女聯合總會賀定一永遠會長，尊敬嘅各位嘉賓、姊妹們、朋友們，大家好。今日我哋喜迎澳門婦聯總會成立76週年，齊聚一堂舉辦科技賦能婦女發展、自創基層治理新篇澳門婦幼發展論壇。喺呢度，我謹代表婦聯總會向嚟臨嘅各位嘉賓與朋友們表示熱烈嘅歡迎，向長期關心支持澳門婦幼事業嘅各界人士致以最衷心嘅感謝。76年嚟，澳門婦聯始終與國家同呼吸，與澳門共命運，秉持關心婦幼、服務社群嘅宗旨，團結帶領廣大婦女砥礪奮進，推動澳門婦幼事業不斷邁上新嘅台階，展現新嘅氣象。當前全球迎嚟咗新一輪嘅科技革命同埋產業嘅變革。習近平主席喺2025年全球婦女峰會深刻指出，以科技創新賦能婦女事業高質量發展，並發出
加速婦女全面發展新進程嘅時代嘅號召，為新時代婦女事業指明咗前進嘅方向，提供咗根本嘅追尋。行政長官岑敖暉先生喺今年38國際婦女節酒會上邊，亦強調澳門婦女事業係澳門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嘅重要組成部分，要順應自媒體、AI 等新環境，以創新思維加強價值嘅引領，勉勵澳門婦聯增強大局嘅意識，創新工作嘅方法，提升基層治理嘅效能。今日婦聯舉辦專題嘅論壇，正係期望能夠通過搭建官民社企嘅交流合作平台，並與廣東省婦聯達成粵澳婦女融合發展倡議書，以及攜手澳門電訊啟動 AI 賦能服務戰略合作計劃，共同探討科技賦能婦女發展、創新基層治理嘅新路徑。為此，我提出3點嘅意見：一，要讓科技成為賦能婦女發展嘅加速器，助力巾幗建功15.5，順應數字化、智能化嘅趨勢，拓展澳門婦女數字技能嘅培訓，推動 AI 數字課程走入社區、走進家庭，提升婦女核心嘅競爭力。支持婦女喺深合區、大灣區以及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所長，服務國家同埋澳門嘅所需。二，要讓科技成為創新基層治理嘅新引擎，構建智慧婦幼服務嘅體系，加快智慧社團嘅建設，打造澳門首個婦女組織 AI 智慧體，運用數字化手段優化社區嘅關懷、心理輔導等嘅服務，推動基層治理精細化、專業化，並積極響應特區政府精準輔助資源下沉嘅方針，當好婦女權益嘅維護者、和諧家庭嘅建設者、澳門居民嘅服務者。我哋要不斷提升市民嘅獲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三，要讓科技成為搭建國際交流嘅連心橋，展現澳門巾幗嘅新風采，立足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定位。要善用數字平台開展婦女線上線下嘅交流，深化與內地、葡語國家以及國際婦女組織務實嘅合作，講好中國嘅故事、澳門嘅故事以及我哋澳門婦女嘅故事，生動展現一國兩制婦幼事業發展嘅成功實踐。各位嘉賓、各位朋友，習主席指出，婦女是人類文明嘅重要創造者、推動者、傳承者。我哋站喺76週年嘅新起點，澳門婦聯將會繼續高舉愛國愛澳嘅旗幟，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引領廣大婦女緊揸科技發展嘅機遇，提升基層治理嘅質量，共同書寫澳門婦幼事業高質量發展嘅新篇章，為開創15.5時期一國兩制事業新局面貢獻我哋巾幗嘅力量。喺呢度再次多謝大家出席今日嘅論壇，亦喺呢度預祝本次論壇圓滿成功，祝願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大家。多謝劉金玲會長，請移步台下就座。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喺2025年全球婦女峰會嘅重要指示精神，響應以科技創新賦能婦女事業高質量發展號召，今日我哋以科技為翼，以智慧為橋，共同探索科技賦能婦女發展、助力社區基層治理嘅新路徑。而家將進行主禮儀式，恭請主禮嘉賓移步上台，有請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監事長容永欣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理事長袁小玲女士，
深圳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劉嘉誠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會長劉金玲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永遠會長何定一女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副主席鐘儀女士。廣東省婦女聯合會主席譚平女士。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社會發展部副部長鍾瑞先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社會工作局局長韓衛先生。請各位主禮嘉賓將右手放喺燈柱上，一齊望向前方嘅鏡頭。我哋倒數3聲之後，請共同按燈。準備3、2、1，慶祝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成立76週年，科技賦能婦女發展，自創基層治理新篇。澳門婦幼發展論壇現在正式開始。為紀念呢個特別嘅時刻，亦都請各位嘉賓望向前方，再拍一張大合照留念。感謝各位主禮嘉賓，請各位嘉賓移步台下就座。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係國家重大嘅發展戰略，更加係灣區婦女共築夢想嘅時代舞台。立足一國兩制嘅優勢，依託廣東省科技創新、產業集聚、人才匯聚嘅綜合實力，結合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定位，澳門婦聯同廣東省婦聯攜手發出倡議，達成共識，推動婦女融合發展走深走實，攜手書寫灣區婦女高質量發展新篇章。現在將進行倡議儀式，有請嘉賓移步上台。有請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會長劉金玲女士。廣東省婦女聯合會主席譚平女士。首先有請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會長劉金玲女士宣讀粵澳婦女融合發展倡議書。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戰略，更是灣區婦女並肩前行的共築夢想的時代舞台。立足一國兩制圖的優勢，澳門婦聯總會願與廣東省婦聯及灣區各界婦女組織攜手同行，推動婦女融合發展走深走實。澳門倡議厚積家國情懷，傳承愛國愛澳優良傳統，以優良家風涵養社會新風尚，凝聚灣區婦女團結奮進的精神力量，堅持科技賦能，積極擁抱新知新產力，鼓勵婦女勇攀科技創新高峰，在數據經濟、智慧服務等領域主動作為，貢獻智慧，強化人才引領，搭建灣區婦女成長平台，促進教育、科技、人才資源互通共享，培育更多具有國際視野與創新能力的新時代女性人才，深化灣區融合，以開放包容之心加強交流互鑑，攜手共建相互促進、共利互贏的婦女發展共同體，共同書寫灣區婦女奮進新征程的華彩篇章。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广东省妇联愿携手澳门妇联总会及湾区各界妇女组织，共同心同行，砥砺奋进，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贡献巾帼力量。我们倡议凝聚爱国合力，将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巾帼担当，深化科创融合，依托广东产业创新优势，联动澳门国际资源平台，发挥妇女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助力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加强人才供育，优化妇女发展环境，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为湾区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促进家庭文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美家风，夯实湾区和谐发展基石。姐妹们，让我们携手并肩，勇毅前行，以奋斗共创融合发展新局面，以实干共绘湾区腾飞新篇章。謝謝。謝謝。多謝兩位嘉賓，請兩位嘉賓移步台下就座，或者我哋影一張大合照留念先。多謝兩位嘉賓，祝願粵澳巾幗攜手並進，厚植家國情懷，堅持科技賦能，共創灣區婦女融合發展新局面。順應國家15規劃人工智能發展嘅佈局，響應澳門特區政府立足 AI 時代創新發展嘅號召，澳門婦聯同澳門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攜手啟動 AI 賦能服務戰略合作計劃，共同打造本澳首個婦女組織智能服務生態。現在將進行 AI 賦能服務戰略合作計劃啟動儀式，有請嘉賓上台。澳門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數字創新總監蔡君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理事長袁小玲女士，澳門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商務副總裁湛寶儀女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會長劉金玲女士，請禮儀送上儀式道具。陣數3聲之後咧，請各位嘉賓共同點擊手上邊嘅道具。好，準備3、2、1，讓我哋共同祝賀 AI 賦能服務戰略合作計劃正式啟動。在此向大家宣布，婦聯加點愛頻道即日起正式入駐澳門電訊 Home Media 內容服務平台，為廣大市民提供更豐富多元嘅婦聯服務資訊。好，感謝各位嘉賓，請各位嘉賓移步台下就座。同時亦都請澳門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商務副總裁湛寶儀女士留步。接落嚟有請澳門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商務副總裁湛寶儀女士介紹合作計劃，掌聲有請。
尊敬嘅韓衛局長、鍾瑞部長、譚平主席、鍾儀主席、廖嘉誠主席、賀定一永遠會長、劉金玲會長、袁小玲理事長、容永欣監事長、各位嘉賓、傳媒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喺呢度，我要祝賀澳門婦女聯合總會今日呢一個大日子成立咗76週年。我諗我哋大家都應該要向婦聯學習，因為咧佢76歲咧，越活越後生，越活越精靈，智慧亦都越嚟越成熟成長。咁好似同我哋人生嘅年齡咧有少少唔一樣。我諗我作為本地嘅一個澳門嘅婦女，我絕對以澳門婦女聯合總會能夠有今日呢個成績，為你哋感到自豪同埋驕傲。咁同時間呢，我亦都非常之多謝婦聯嘅邀請啦，可以俾我哋澳門電訊今日去參與到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咁同大家一齊去圍繞住科技、賦能婦女發展、自創基層治理新篇嘅一啲分享。咁其實今次我哋嘅合作都係一個好開創先河嘅一個合作，因為其實我相信作為澳門嘅每一位嘅女性，唔係淨係婦女，無論係我哋嘅父母輩啦，我哋嘅呢一代啦，我哋嘅下一代，甚至乎係我哋嘅下一代，我哋每一位都應該深受過婦女聯合總會，無論佢哋喺服務上邊啦、家庭上面嘅支援啦，以至到我哋仔女上面嘅支援，亦都帶領咗我哋澳門去一個國際嘅舞台，令到我哋澳門嘅婦女有機會去見識一啲國際嘅視野。咁佢哋亦都同時喺科技方面呢，一路都行得好前。咁所以亦都促成咗我哋其實我哋嘅合作好深遠啊！喺好多因為我哋亦都圍繞住客戶服務本身，我哋都有好多家庭啦、女性嘅用戶啦，咁當然男性都有嘅，亦都有學生嘅服務啦。所以我哋一直同婦聯都有一個好深入同埋一個密切嘅聯繫同埋合作。咁正正喺我哋5G 服務推出嘅時候咧，婦聯都係第一個社團就率先就同我哋一齊就合作咗，利用咗5G 加 DVR 嘅科技咧，就去做一啲我哋叫做一啲5G 嘅應用場景，去為一啲學生去了解下，其實用咗5G 之後可以做一啲乜嘢。咁亦都係第一個我哋合作嘅一個社團。咁同一時間呢，亦都喺新嘅服務上邊，佢哋亦都累積咗好多，無論喺婦女嘅事務上邊啦、家庭嘅服務層面啦，以至到健康知識啦，甚至乎而家連喺法律嘅一啲政治嘅知識啊，一啲家庭嘅矛盾點去處理啊，佢哋有好多方面嘅呢啲嘅經驗同埋知識，亦都有好多呢啲好好嘅內容。咁透過佢哋自己嘅平台咧，包括一啲我哋叫做 social media 啦、綜合媒體啦，亦都透過佢哋自己社團嘅一啲網站啦，甚至乎透過佢哋會務嘅一啲嘅介紹啦。咁今次同我哋 CTM 嘅合作咧，就進一步將佢哋呢啲咁好嘅一啲嘅內容資訊咧，集合到喺我哋 CTM 嘅我哋一個叫做 Home Media 嘅一個內容服務平台。咁本身我哋呢個 Home Media 亦都係隨住喺我哋嘅屋企嘅寬頻服務上邊咧，都可以每一家每一戶都可以有呢個盒子啦，亦都有個手機嘅版本。咁以後透過呢個手機，當然啦，透過好嘅網絡之下咧，就可以隨時都可以欣賞到婦聯喺好多方面嘅一啲嘅知識嘅分享啦，甚至乎係一啲我睇到一啲嘅法律嘅一啲信息嘅一啲嘅介紹啦、問題嘅一啲嘅解構啦，唔單止淨係育兒嘅，咁當然育兒係佢哋好基礎嘅一個服務。咁我哋希望透過我哋呢一個盒子，更加有條理咁去整合咗婦聯一啲咁好嘅內容服務，令到唔單止係婦聯嘅會員，係澳門嘅每一個市民都可以好輕鬆，唔需要錢嘅，免費嘅，就可以隨時隨地都可以睇到呢啲咁優質嘅內容。咁我哋期望喺嚟緊嘅日子裏邊，唔單止係佢哋用緊佢哋而家嘅技術或者佢哋嘅資源去做一啲咁好嘅一啲內容，我哋希望透過新嘅科技 AI 係咪可以做一啲更加生動啲嘅一啲嘅內容，去吸引更多唔同年齡層嘅人去欣賞你哋咁好嘅一啲內容，從而令到佢哋嘅家庭更加幸福，對仔女嘅管教有一啲更好嘅方式去同子女去接觸。
咁其實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透過我哋呢一個嘅合作，同婦女聯合總會有好多嘅交流，發覺佢哋對一啲新嘅科技非常之熱切。一出咗呢個 AI 就即刻揾 CTM， 喂，我哋大家喺 AI 上邊有啲咩可以合作到啊、發展到啊？無論喺我哋嘅會務啦，甚至乎喺我哋對會員嘅一啲支援上邊，或者喺我哋日常嘅會務嘅操作上邊，係咪都可以用一啲 AI 嘅能力去令到我哋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又促成咗我哋今日呢個唔單止喺一個內容服務上面，而係整體喺婦聯會務上邊一個用 AI 嘅能力加入去。咁呢個當然 CTM 作為我哋一個合作嘅一個親密夥伴，我哋一定全力支持去做，亦都希望做到少少嘅成績，可以令到廣大嘅會員都可以體現到其實呢個協會係幾盡心盡力去為我哋婦女界或者為我哋每一位嘅會員去出心出力，去提升我哋澳門整體婦女嘅一個無論喺地位啦，甚至乎喺科技領域上邊。咁我只可以講，隨住 AI 嘅越嚟越普及，其實婦女對科技嘅應用，我覺得相對嘅門檻係簡單咗嘅，因為以往可能我哋真係需要有一啲技術嘅底，我哋叫做底子。咁你對科技嘅掌握就會容易啲。咁但係今日有咗 AI，如果大家有時間玩下龍蝦，咁你就會發覺，其實你只要 set up 好之後咧，你同佢講嘢，佢就會幫你做任務㗎啦。包括你每日家庭嘅你想食咩餐單啊，你點樣同個工人上面去溝通啊，預先話俾佢聽，我今日唔食啲乜，或者我個身體上面需要食一啲乜嘢，甚至乎喺仔女嘅出試卷都可以用龍蝦或者用 AI 嘅能力去做。咁我相信喺呢一方面嘅層面，我哋可以同婦聯係一個好深度嘅合作。咁同一時間，我哋亦都希望，雖然我哋嘅 AI 好容易用，亦都好容易可以有一個幾好嘅一個應用場景出現，但我哋亦都希望透過我哋同婦聯嘅合作，可以加強返一個信息安全管理嘅一個認知喺裏邊。科技好好用，但係我哋要用得其所，用得啱，用得貼切，千祈唔好因為用咗科技而令到可能一啲我哋嘅個人信息啦，甚至乎我哋一啲財富金融管理上邊嘅一啲資訊係外露咗。咁呢個我哋亦都希望係透過我哋同婦聯聯合總會一齊合作嘅時候，令到我哋嘅婦女界都可以對一啲我哋叫做信息安全呢一方面可以更加加強去保障，因為好多婦女都喺家庭裏邊咧係掌管我哋屋企裏邊嘅一啲嘅大小事務啊、金融上邊嘅一啲處理。咁我哋都希望透過我哋呢個合作可以提升翻整體喺網絡安全啦、信息安全方面嘅一啲嘅知識。咁當然啦，我哋嚟緊有好多嘅合作場景。咁而同一時間，我亦都想分享下，其實我哋澳門電訊，我哋有1100個員工。咁其實我哋男女嘅比例都幾平衡。咁而同一時間，我哋亦都體現到我哋女性嘅同事喺我哋電訊嘅行業裏邊，其實發展我哋透過科技去提升我哋女同事方面嘅一啲工作嘅能力，係我覺得公司係做得好好，亦都令到我哋喺好多唔同嘅主管嘅部門咧，都係我哋一啲女士嘅同事咧去擔任一啲主管嘅一啲崗位。咁我哋亦都希望澳門有更多嘅企業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婦女有更多嘅發展空間，亦都希望可以透過婦聯呢個咁好嘅平台，讓更多我哋澳門嘅本地婦女可以有機會踏足喺呢個國際舞台上邊，認識更加多一啲嘅國際事務。咁最後我哋希望透過我哋今次嘅合作係一個起點，我哋希望嚟緊有更多優質嘅服務可以大家共同去發布，令到我哋澳門整體嘅婦女女性嘅地位可以踐行翻國家主席對我哋嘅期望，我哋可以做好管好我哋每個家庭，令到我哋澳門係一個幸福嘅澳門、幸福嘅家庭。多謝大家。多謝贊寶儀副總裁，請移步台下就座。接落嚟咧，將會演示一下婦聯同澳門電訊合作開發嘅 AI 智能客服，睇睇點樣用數字科技去回應市民嘅查詢。請大家同觀看。現場嘅各位嘉賓，大家好啊！我係婦聯嘅 AI 智能客服小美，請大家多多指教。我依家人喺澳門旅遊塔，我想知拎婦聯會員證去附近邊度食嘢有優惠。我想知邊度可以提供家事調解服務。
下面我哋將會進行感謝狀嘅頒發儀式，有請本次論壇分享嘅嘉賓上台。深圳市婦女聯合會主席劉嘉誠女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社會工作局局長韓衛先生。有請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永遠會長賀定一女士上台，為分享嘉賓頒發感謝狀。請各位嘉賓望向前方鏡頭嚟張大合照留念。多謝晒咁多位，請各位嘉賓移步台下就座。本次論壇聚焦科技同婦女事業深度嘅融合，智慧治理同基層服務協同創新，共商婦幼事業高質量發展嘅路徑，共繪婦女發展新藍圖。下面我哋即將會進行今日嘅專題分享。首先有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社會工作局局長韓衛先生作發言分享。各位嘉賓、各位領導、各位傳媒界嘅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之感謝呢婦聯呢又俾呢個機會我呢係同大家分享下我哋澳門特區政府特別響婦女工作上邊喺科技賦能方面我哋嘅工作嘅一啲情況。咁呢，我首先要講嘅呢就係我哋第二個婦女發展目標呢，今年我哋係開展緊嘅，咁就係26年到32年啦。咁啊，我哋嘅發展目標裏邊呢，係有8大領域，大家留意到啦。我哋嘅第8個領域呢，就係科技發展。咁我哋8個領域裏邊呢，一共係有25個目標嘅。咁25個目標裏邊呢，其中目標24同埋目標25呢，都係同科技發展係直接有關嘅。咁啊，24呢，我哋係提升婦女嘅數字嘅素養啦，同埋技能啦，同埋做好各方面嘅發展嘅機會。25呢，就係喺個科技領域嘅發展嘅事業同埋志向上邊嘅推動嘅。咁呢個工作上邊呢，我哋亦都睇翻目標24呢，我哋有幾個政府部門呢係會負責有關工作嘅，勞工局啦，咁我哋係開辦數字技能嘅一啲提升嘅考證嘅計劃啦，教育嘅青年局啦，咁我哋開展啱先大家都好留意嘅人工智能嘅教師培訓，郵電局亦都係開展有關方面嘅培訓，同埋開展有關嘅問卷嘅調查。統計局亦都係去開展男女性響使用互聯網科技賦能方面嘅數據。咁行政高職局呢，亦都會進行一戶通，特別喺性別統計方面呢，我哋會了解有冇數字鴻溝嘅存在。咁啊，勞工事務局咧，喺我哋目標25方面咧，亦都係喺個就業配對嗰方面，希望有更多嘅女性，好似 CTM 咁樣咧，有更多好嘅發展嘅機會，俾到我哋嘅女性咧，喺無論喺個科技嘅職能上邊啦、職位上邊咧，係有更多嘅發展嘅機會。教青局咧，亦都係喺個資源方面，資源成真，我哋希望更多嘅女性喺建立自己嘅資源嗰陣時咧，可以以理工科啦，以科技科方面咧，係作為未來嘅志向。咁啊，具體嘅工作上邊咧，特區政府就婦女
特別喺個科技賦能方面，我哋嘅規劃係點呢？我覺得科技賦能一定係造福於市民嘅。咁亦都特別喺個婦女嗰方面，有兩方面我哋一定要做好嘅。一個呢，我哋係要減輕婦女喺生活上面嘅壓力同埋負擔。第二個呢，我哋點樣可以應用智能科技呢，推進大家嘅幸福感、健康感啊。咁呢兩方面嘅工作呢，我會逐一同大家分享啦。咁首先呢，傳統角色上邊我哋都不能否認嘅，我哋婦女呢，就喺生兒育女啦、照顧家庭上邊呢嘅角色呢，都係佔嘅比較大嘅份額。咁我哋喺呢個工作上邊，如果可以透過各個唔同嘅方案，啱先提嘅CTM 嘅 AI 嘅方案，係咪可以減輕我哋個婦女上邊去做各方面嘅家庭照顧工作上邊咧，能夠有更多嘅幫助呢？咁事實上我哋會睇到，我哋同衛生局啦、教青局啦，我哋推動咗家長學堂嘅一個新嘅方向。呢個方向呢，重點就係令到我哋嘅家長佢可能係未必有足夠嘅時間去到參加各種課程，了解點樣去教好子女嘅。但係咧，我哋家長學堂咧可以網上咧，我哋有我哋嘅報名嘅機制。咁有啲家長咧可能係冇辦法有抽到時間聽一聽由我主講嘅情緒講座係嘛？咁但係咧仲可以睇翻片段啦，睇翻啲精華啊，可以都從中了解。咁我哋亦都有我哋健康生活教育嘅系列嘅網站啦。咁呢啲工作上邊咧，都希望令到大家，我哋其實澳門大部分都係雙職家庭雙職家庭即係兩公婆都係有工作嘅。咁喺照顧仔女方面喺個家庭生活等等方面咧，我哋如果能夠透過互聯網、透過科技咧，能夠令到我哋嘅婦女咧，能夠有更多嘅機會能夠係接觸到我哋唔同嘅教學資源咧，係對大家亦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係同衛生局啦推出咗寶爸寶媽 Ready 計劃。咁呢啲計劃咧，都係令到我哋嘅新手嘅父母咧，能夠咧喺網上獲得更多嘅資訊，點樣照顧好我哋嘅仔女。咁另外咧，減低個工作嘅負擔上邊咧，咁事實上咧，我哋睇翻以社會服務界別嚟考慮裏邊咧，我哋邊啲工種咧係可能係女性擔任比較多嘅，而呢啲工種裏邊，我哋可唔可以引入更多科技嘅產品，咁令到我哋嘅工作量咧，或者我哋工作會可能造成嘅職安健嘅基建嘅勞損方面咧，可以減低咧。咁呢啲工作上邊咧，我哋係從社福界開始先嘅。咁我哋在座嘅唔少嘅單位，我哋都有老人院我哋有我哋嘅長者嘅照顧中心個康復中心咁大家都留意到，我哋近年咧都係積極咁樣去推動咧係職安健嘅，係令到我哋嘅院舍裏邊咧大部分嘅工作一啲係要用體力嘅，譬如係要搬動一啲老人家我哋可唔可以用一啲新嘅技術咧，係減低大家嗰個工作嘅力度咧？咁我哋引入咗一啲天軌嘅系統啦，可以係減低我哋嘅工作人員嘅負擔。咁呢度同女性有咩關係咧？你就睇到個數字就睇到㗎啦。我86.7%嘅我哋嘅照顧嘅崗位咧，都係由女性嚟擔任嘅咁我哋性別主流化裏邊都留意到嘅，女性個肌肉嘅力量咧，同男性係有差距嘅。呢個係我哋唔係話要追求平等，呢個係客觀上嘅一個存在。咁點樣將呢一個即係先天上邊一個肌肉上邊嘅不足咧，我哋係透過科技、透過機械能夠嚟協助到咧，咁嚟令到大家咧喺工作上邊咧唔好咁容易勞損。咁另一個方面咧，我哋而家亦都推動緊適老化嘅家居嘅智能嘅科技嘅推動。呢啲工作裏邊咧，亦都係減輕咗喺個家務工作上邊咧一啲各方面嘅負擔。咁呢兩方面嘅工作咧，都係我哋希望咧係透過科技係真係能夠
令到我哋嘅婦女咧係有減輕嘅負擔啦，同埋有更多自己嘅時間。咁另一個咧，我哋就係一個係要減，一個係要加嘅，減低壓力，增加健康。咁呢個我哋係最重要嘅一個工作。科技賦能裏邊咧，我哋衞生服務裏邊咧有好多都係專門係俾女性嘅。咁而家我哋亦都推動咗一戶通裏邊咧，基本上咧大部分嘅服務咧都可以喺一戶通裏邊咧係可以預約時間啦，睇我哋嘅報告啦，咁作各方面嘅問卷啦，同埋係篩選嘅嗰啲個篩查平台啊，咁我哋都可以透過網上咧係可以完成到。基本上我哋可以講足不出戶啊嚇，咁可以做好有關嘅工作嘅。咁另外咧，就係對於孕產婦嗰方面咧，我哋亦都係非常之重視。啱先我哋提到同衞生局開展嘅，特別係同婦聯，我哋都有好多，應該上個月我哋都係正式係推動嘅寶爸寶媽 Ready 計劃啦。咁亦都係喺我哋嘅所有嘅呢啲全孕期嘅醫療跟進工作咧，全部都可以透過網上一戶通咧係可以完全可以做得到晒嘅。咁呢度有1、2、3、4、5、6啦，我唔逐項咁樣提。咁大家亦都睇翻嗰個圖表嗰度咧，使用嘅人數嗰方面咧，女性咧係佔大部分嘅。咁當然嚟講，我哋都希望男性就係做爸爸嗰個咧都係多啲善用。咁我哋都睇到咧，亦都有唔少男性咧係會使用緊，大概係1/3到啦，1/3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睇到咧，響整個科技賦能嘅工作裏邊咧，我哋係可以點樣能夠透過科技咧係促進婦女嘅健康嘅。咁至於我哋澳門而家嘅婦女參與科技嘅發展嘅現況係點咧？可能大家一諗到參與科技咧，第一個就諗到理工因為理工男啊嘛，係咪？而家我哋可能要改成理工男女理工人士參與理工嘅人士。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讀理科嘅話咧，除咗理工之外咧，仲有一科係邊個？一定係理科嘅生醫類啊嘛，生物醫學類，讀醫嘅。The love of science 係嘛？讀醫嘅讀醫學技術嘅，讀藥劑嘅呢一類別嘅咧，都係理科嘅都係必須理科嘅。咁我哋睇下呢一類嘅比例先。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講漏咗一個，我哋嘅科技委員會咧都睇到有個百分比嘅。2024年咧，我哋係11%。2025年咧，我哋調升到21%啦。咁即係由4名女性嘅委員咧，我哋提升到8名委員嘅提升啦。咁啱先所提嘅生醫科技嘅比例裏邊咧，咁除咗係醫生中醫或者係嗰方面係男性係都係稍為高，但係差別都唔係好大。大家睇睇下。咁其他類別嘅咧，你留意到啦。我哋睇翻化驗師放射科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言語治療心理治療藥劑都係女性佔嘅比例比較高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咧，喺我哋原先澳門嘅讀理科嘅人士裏邊，喺個就業方面，特別喺呢個生醫科技就業方面咧，女性確實佔咗1半以上啊！我哋仲未計護理喎。如果計埋護理嘅話咧，咁我哋又睇翻而家報讀理工科、純理科 science 或者係工科嘅咧，咁比例係大概點樣咧？咁近幾年都係持續係女性參與嘅比例係增加嘅，但係仲有待提升。咁我哋當中亦都做咗一啲分析嘅。咁睇翻咧，理工科裏邊咧，邊一類咧係女性咧係讀得比較多嘅？其實係資訊信息通訊科工程咧係女性讀得比較多，所以 CTM 呢部分咧女性都比較多啲咁呢部分亦都係而家啱亦都提啦，未來我哋 AI
嘅一個時代，亦都係信息科技嘅一個時代。而家我哋一個處於 AI 革命嘅一個時代，咁所以呢部分嚟講，亦都睇到呢個大嘅趨勢。咁至於我哋澳門婦女喺個互聯網應用使用上邊嘅情況係點呢？我先跳一跳，咁就睇一睇咧。我哋睇到啦，呢幾年呢，呢個可能 CTM 嘅數據會比較清晰啲嚇。我哋使用互聯網嘅普及率咧，我相信去到而家咧94%啦，應該係都可能係亞洲地區或者全球都係算係高普及率嘅一個地區。咁大家睇到男女之間嘅差別咧，橙色係男嘅，綠色係女嘅，咁應該都冇乜差別啊！我睇落統計上應該都冇差別嚇。但係咧，我哋睇到2025年咧嘅數咧就比較特別啲啦。全個年齡層咧點樣啊？無論係14到25啦，到65到74咧，女性都贏晒喎，係嘛？大家俾啲掌聲好嘛？呢度咧，我哋要感謝婦聯嘅嚇，呢個工作上邊咧好多工作上邊咧特別響我哋都估唔到嘅係65歲到74歲咧呢個階層咧使用互聯網嘅比率咧女性都高過男性嘅呢個真係比較澳門就是不一樣大家嘅努力咧係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喺度。咁我哋希望咧透過大家嘅持續嘅努力，呢張 slide 咧，我哋係一個推廣，我哋都希望他們是科學家呢一個工作上邊咧，我哋啱先所講，我哋仲差少少，理工科嗰個比例咧8:2，我哋可以更多嘅，我哋可以更多女性喺個理工科上邊咧可以有更多嘅角色。咁最後一張 slide 咧，我想同大家總結嘅就係咧，我哋回顧歷史，我哋從蒸汽推動嘅工業革命咧，到而家我哋叫做 AI 嘅革命、智慧科技嘅革命，我哋見證咗人類嘅生產力咧嘅本質，從體力勞動到智慧創造呢一個變化。當然，大家睇第一張圖嗰陣時，工業革命嗰陣時咧，要搬抬，肌力有幾大咧，都決定咗嗰個工作嘅能力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咧，我哋睇到啦，喺個勞動嘅角色上邊，我相信男女喺智慧同埋創意上邊咧，應該係唔會同個肌力咁樣有嗰個差別嘅嚇。所以呢部分嘅原先喺個工作上邊要求上邊嘅擔抬嘅嗰啲要求上邊咧，喺而家新嘅世代裏邊咧，我哋基本上嗰個起跑線都唔同咗，個平台都唔同咗，所以我哋相信咧，婦女喺有關嘅 AI 嘅浪潮底下咧，我哋有更廣闊嘅舞台，我哋嘅婦女喺個科技賦能上邊，我哋每一個人咧都能夠可以發揮到潛能。我哋亦相信喺婦聯嘅帶領底下，我哋可以乘風破浪，乘住 AI 嘅風，乘住科技嘅思潮，帶領住我哋婦女，帶住我哋澳門走進星辰大海。多謝大家。多謝韓偉局長，請局長移步台下就座。接落嚟咧，都請各位先睇一段咧簡單嘅短視頻。嗨，大家好，我是申姐姐，您的贴心数字闺蜜。想找到我很简单，搜索“深爱他”微信小程序，或者从爱深圳上新服务专区进入小程序首页，我会在这里等您哦。作为深圳市妇联创新打造的妇儿家庭服务智能助理，我能做的可不少呢。除了像贴心闺蜜一样给您温暖的陪伴和安慰，遇到妇女、儿童或家庭相关的问题，我也能用专业知识帮您理清思路。如果您有需要，我还链接了多个实用服务，轻轻一点，一触即达。您可以问我，孩子不想上学，总说肚子疼，怎么办？我会先读懂您遇到这种困扰时的焦虑和担忧，鼓励您。每个孩子都像一颗种子，有时需要的不是催促生长，而是读懂他沉默的语季。还会教给您分步骤行动建议，最后给您提供服务链接。
为了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智能助理，深圳市妇联组织各区、街道、社区妇女组织，结合群众高频需求和工作实际，建设妇女儿童家庭领域专业语料库，通过海量信息数据强化模型训练。语料库汇聚了涉及妇儿权益、家庭教育、婚恋指导、儿童友好、女性创业等常见问题，相关政策法规和实践案例。我从中学习了丰富的妇儿家庭知识，还掌握了全市范围内的妇联服务阵地信息。如果是涉及政务服务方面问题，我还能直接连通申小爱，共同进行回应解答。深爱他，朕爱您，我是申姐姐，不止倾听，更为您解忧。现在有请深圳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刘家全女士做发言分享，掌声有请。尊敬的贺定一永远会长，各位领导、朋友们、姐妹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论坛。首先，我代表深圳市妇联祝贺澳门妇女联合总会成立76周年，并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爱在5月再次来到美丽繁华的澳门，倍感亲切与温暖。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数字赋能、妇幼发展，携手共建美好未来。当前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稳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主旨讲话中强调，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以科技创新赋能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的妇女工作指明了方向。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正在推进城市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我们也在全国妇联、广东省妇联的指导下，积极以科技赋能推动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妇女儿童家庭全面迈入数字融合的新阶段。刚刚大家看到的短视频，就是深圳市妇联打造的数字人申姐姐。透过它，相信大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在深圳科技是怎样赋能妇女发展、助力基层治理的。今天的分享就从这里开始。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在这座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里，生活着800多万逐梦前行的女性，300多万茁壮成长的儿童，600多万幸福相守的家庭。我们一直在努力，让科技赋能女性人生绽放她光彩，基层治理跑出加速度，家家户户拥抱智生活。科技让女性人生更出彩。近年来，深圳发挥产业和科技创新的优势，围绕女性人才所需，妇联组织所能，全力支持女性在科技自强中轻装上阵，施展抱负。出台支持女性科技创新22条务实举措，设立了全国首个由国有资本注资5亿元的金国科技创新基金，率先在前海推动成立全国金国创新创业基地，孵化超80家深港澳女性创业团队，成立了深港澳女性交流服务中心，鼓励更多的女性勇闯星辰大海。深圳女性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深圳市女科技工作者占比超过40%，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超过一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40%，全市经营主体中，女性法定代表人占比31.8%。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科技创新，实现人生梦想。科技让基层治理更高效。深圳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智慧平台，叫深圳民意速办，这是从市民的视角出发。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就是通过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将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深度的融合，高效解决市民大大小小的身边事，搭建起市民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让市民反映诉求像网购一样便捷。那么依托这个平台，我们率先建成了全国首个城市级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智慧系统，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这项创新成果入选全球妇女峰会的配套展，获评全国妇女工作改革创新10大案例，并在2024年度的 APEC 会议和第10届中法反家庭暴力研讨会上做经验分享。科技让市民生活更智慧。大家知道，深圳是一座奇迹之城、创新之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证奇迹的世界魔术大師們是怎麼說的。55 years ago, when I came here, nothing was here. It was farms, factories, and small homes and buildings. I came here last week. I cannot believe in 35, in 40 years, this place is like magic. Grow up. I really love people and the city is so whole new things and technology. Yeah, it's amazing. You can see this view. Yeah. And what a beautiful city. Amazing. Shenzhen, hi, the city of the miracles. 55 years ago. 确实，在深圳，科技让人们的生活充满了触手可及的奇迹。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在深圳的生活场景。首先，我们看一下无人机秒送外卖。那么还有一些场景，像新能源充电，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一键接入，一杯咖啡满店出发，文体场馆和公共场所的停车场一键预约，机器人保姆走进家庭。我们来看一下。在李先生家中，记者见到了正在工作的保洁机器人，他将门口的鞋子一双双分清左右，整齐码放到鞋架，随后又转到客厅，开始整理沙发上的衣物。它能够把鞋很平稳地放到鞋架子上面，而且呢，它还能够就是达到80%-90%吧，把鞋分清左右，然后放上去，这个是很惊艳的一个点。那么这些场景呢，都已经不是科幻的电影情节，而是我们日常家庭中的日常的场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港澳的协作在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港澳朋友来深工作生活，越来越多的港澳企业来到深圳发展，我们之间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深圳持续优化政务服务，通过港澳专区线上办、港澳专窗线下帮的方式，让港澳朋友们在深圳就业创业更安心，居住生活更省心。从助力女性出彩到提升治理效能，再到创造美好生活，科技正在全方位地改变深圳这座城市，让发展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而我们妇联要做的，就是让数字赋能的光照耀每一位女性的奋斗路，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路。我们坚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广大妇女儿童和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妇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庞大的服务对象和多元需求，我们积极融入深圳智慧城市与数字政府建设，打造了深爱他数字平台，实现妇女儿童和家庭领域全周期服务一键直达、一网通办、实时在线。
平台上线4个月，累计访问量超50万人次，为超3万人提供了各类暖心的服务，将数字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更加可感、可知、可及的幸福体验。深爱她是深圳对每一位女性的深情告白，深深爱她，自信出彩。接下来，我想用4个关键词向大家简要介绍深爱她数字平台。第一个词是一键直达，打造 AI 加全周期服务体系。办事最怕找不到门，而深爱她把这扇门开到了指尖。我们从3个方面积极推动资源和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的供给。首先是精准服务多元需求，聚焦妇女、儿童和家庭需求，我们整合了妇儿权益、家庭教育、儿童友好、婚恋交友、创业就业、妇儿阵地、经国家政、职为履职、爱心公益等9大板块，推出了权益保护、亲子活动、交友联谊、招聘专区、阵地预约、成长课程等109项具体服务，实现服务与需求精准匹配。其次是线上线下融合增效，全面接入全市妇儿中心、维权关爱中心、婚调室、舒心驿站、妇儿之家、家长学校、母婴室等7类线下服务阵地，链接超过5200个实体点位。通过线上一键直达、线下就近响应，让服务全域覆盖、触手可及。第3呢，就是数据共享、业务通办。我们积极打破数据壁垒，与政数、人社、文旅等16个部门实现了数据共享与业务联动，精选社保查询、公积金办理、智慧停车等23项高频便民事项，通过一键跳转高效办理，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一站式、全周期、无缝衔接的优质服务。以前呢，家长们给孩子办理入学手续，需要亲自到学校或者相关的教育机构提交各种证明材料。那么现在，家长们在家就能查询招生政策、学区等信息，完成信息核验，实现一键办理、零跑动，一次办成身边事。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让数据多跑路，让姐妹少跑腿。第2个词是一网通办，构建3端协同的工作体系。基层工作、妇联工作常常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有了深爱她，我们把这根针变成了一张网。我们将平台作为全市妇联系统的数字中枢，以数字化驱动妇联组织的工作模式、协同机制和决策方式的转型，实现服务端资源整合、工作端组织联动、决策端智慧研判的3端协同。那么具体来说，就是服务端集成供给，以数字平台为核心，融合小程序、公众号、爱深圳等多个渠道，建设一体化的线上服务窗口，推动实现入口统一、精准触达。工作端协同联动，系统构建了一体化掌上工作平台，覆盖市区、街道、社区4级妇联组织、专兼职的妇联干部、执委、经国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推动组织运行向网状协同演进，显著提升组织覆盖广度与服务联系的穿透力，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协同的工作格局。那么决策端数据赋能，就是依托平台持续汇聚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多维度数据，建立主题数据库与智能分析模型，以依图总览等方式为制定政策、统筹资源、优化服务提供支撑，实现智慧研判、科学决策，让妇联的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第3个词就是实时在线，创建全时域闭环服务的新模式。我们打破传统的服务时间限制，推出7×24小时全天候在线的申姐姐智能助理，以科技赋能幸福守护。申姐姐她不是一个高冷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一个有温度、懂专业、具备办事能力的数字家人。我们专注做了3件事儿。第1件是建设专业语料库，围绕妇幼工作汇聚政策法规、实践案例、常见问题等海量数据信息，
为 AI 的智能服务提供专业的数据支撑。第二件是强化模型训练，依托全市 AI 智能中台，持续反馈训练和优化路径，不断增强申姐姐诉求识别、精准解答、情感支持、链接服务资源等能力，让它不仅能准确地回答用户的问题，更能在对话中识别出用户的焦虑情绪，先给予共情安抚，再提供专业建议，推动服务响应更快捷，回答问题更精准，陪伴更暖心。那么第三件事就是主动推送服务。申姐姐她不仅是信息的提供者，更是服务的连接者。通过智能分析用户的需求，主动匹配解决方案，并推送相应的服务入口，形成了共情回应、方案建议、服务直达的闭环支持流程，推动平台从信息咨询、情感陪伴向深度研判、资源调度、解决问题升级，将数字技术转化为服务联系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效。第四个词就是数字赋能，锻造协同高效的妇联组织体系。紧跟数字化的浪潮，我们持续深化妇联工作的数字化转型，花了很大的力气做好一门功课，那就是给妇联组织做一次数字健身。在深爱他数字平台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坚持以技术创新带动工作理念和服务方式的变革，实现服务、业务与组织全面上线和实时在线，重塑妇联工作新生态，推动妇字号品牌的数字化升级，实现妇儿发展态势一屏可视，妇联工作全局一屏掌握。那么数字赋能呢？它从来不是我们追求的终点，而是那座通往幸福的桥梁。深爱他数字平台蕴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位在湾区生活工作的妇女儿童感受到娘家人无处不在的温暖守护。姐妹们、朋友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澳门是镶嵌在南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伟大祖国的一方宝地。实践证明，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妇女的作用不可替代。那么，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在来之前呢，我专门请申姐姐支支招，为澳门妇幼事业与基层治理的融合发展建言献策。我们可以看看申姐姐是怎么说的。申姐姐呢，给我们的建议很实在。深圳与澳门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会议在深圳的召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应携手并进，共同书写经国奋进的新篇章。接下来呢，我们将激发创新动能，打造湾区女性数字共同体，让科技创新成为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们将促进融合发展，学习借鉴澳门在志愿服务、家庭服务领域的先进理念和专业经验，发挥大湾区各类妇女组织的作用，通过数字赋能，推动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融合发展。我们将讲好中国故事，充分发挥深港澳妇女交流服务中心平台和申姐姐外语宣讲团作用，深化国际国内的妇女交流互鉴，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中的妇女故事、大湾区故事、深圳故事，立体展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姐妹们、朋友们，中国是现代化新征程上每一位妇女都是主角。让我们姐妹携手同心，在数字时代浪潮中乘风破浪，用合作凝聚力量，用实干创造幸福，让每一位女性、每一个家庭都能共享数字时代的温暖与美好，共同书写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巾帼之力。最后，诚挚地邀请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共赴深圳之约，多到深圳走一走、看一看，感受这座科技创新之城的活力与魅力，也热诚欢迎大家指导我们的工作。谢谢大家。谢谢刘嘉诚主席，请台下就坐。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剛才兩位嘉賓圍繞科技賦能婦女發展、基層治理創新等議題，分享前沿嘅理念同實務經驗，為今後婦女工作帶嚟寶貴嘅經驗同啟發。咁最後呢，再次溫馨提示，婦聯加點愛頻道已於今日正式喺澳門電訊 Home Media 內容服務平台上線，歡迎各位關注瀏覽。今日嘅論壇到此圓滿結束，衷心感謝各位嘉賓嘅大力支持，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現在亦都請各位以熱烈嘅掌聲歡送主禮嘉賓離場。